台语一年长，愈讲愈连长。大家好，开边。大家好，我小健。咱这几冬吼，常常咧听到一寡报道，譬如讲保护乌熊，也是讲保护山鸟、生态地这款的报道。因为主要就是大家拢希望讲吼，生态和农民的生活会当做一个平衡。也毋过吼，因为动物大的所在，和咱农民咧大的所在，也是做田的所在，有一寡合作伙的所在。所以吼，两个相争伊的领地嘛，农民希望你的作物会当卖一个好价销。野生动物伊想要找食的物件，伊可能会来到农民遮的所在。所以有当时啊，有当时啊，相争的时阵会造成两方面可能拢有一寡伤害。毋过咱若毋是住伫个山内底，还是讲住伫个田边的人，所以咱有时阵袂去了解到遮个动物甲农民是安怎去发生冲突的。你若是出来有种菜人，你可能都会去烦恼讲吼，你边仔的山鸟啊，是一寡台湾乌熊啊，会来你个田地遮找食的。像遮个饲鸡啊，饲一寡禽类的，都会烦恼讲山鸟来，就甲伊掠走，伊就有损失啊嘛。是讲伊会烦恼讲这台湾乌熊因来我的田地内底找食的，毋是我的田地都去互破坏去啊。所以徛伫个遮的人的立场，咱嘛是袂使去怪讲因会去做一寡提防遮动物的动作安尼啊。也毋过吼，咱袂当目睭金金去看到农民因为野生动物要生存，伊的作物、伊的辛苦，就安尼造成一寡损伤。所以政府最近开始就咧推出一寡解决的办法，希望透过这个办法会当减少山鸟个乌熊这动物因为负面的影响造成伤害。因为有当时农民就感觉乌熊来伊可能你的作物、你的家禽受到伤害。为着要达成这个和平共处的这个目的，所以这几年在咱的农业部拢有推动这个生态服务给付的政策，就是讲由政府遮伊会提供一寡报酬，迄寡去帮助维护规个生态是讲会去保护野生动物重要生态地的一寡人，就要去反转这居民对这野生动物会造成农地损失的这个负面的影响。讲到这种生态服务给付的方案其实分两种，一种就是濒危的物种，另外一种叫做重要的栖地，两大类。根据物种生态的特性，佮有讲伊的栖地的样态，咱来定讲友善生态的管理方式。啥物物种叫做濒危的物种呢？譬如讲咱常常听到的山鸟、高面鹰，佮有水獭，佮有菱角鸟，佮有大家常常听到的台湾乌熊这5种动物。咱主要就是要鼓励农民减用除草剂，佮有农药、透鸟鼠油等等的物件，互伊愈用愈少愈好，较袂得失讲这野生动物食到这毒药。这个政策会使去做一个友善的生态环境，嘛袂去影响到咱农民去讨赚，以维护的程度，伊上悬会使核发每公顷3万块的奖励金。你若是讲有濒危物种，咱你来领导的田地，甲你的田地可能有破坏，毋过你无去对伊造成伤害，而且佫去帮助维护伊的生态环境，你佫会使领上悬13000块的奖励金。社区嘛会使家己去组成一个巡守队，去巡视咱人甲动物做伙共同生活的家园。这个巡守队每个月上悬会使领5000块的奖励金。若是重要栖地这个生态服务的给付，上重要的部分就是讲伊针对水产、热产，佮有路上的迄种气温佮有私有的保安林。那农民伊主动去维护栖地生态环境，佮有讲你主动营造一寡对保育类的动物有利的环境的时阵你就会当每公顷上侪摕到3万块的奖励金。不过我想到一个问题呢，就是咱拄则有讲到台湾乌熊伊嘛有生态服务的给付，不过咱台湾有足侪原住民，因拢有一个传统的收纳文化嘛。若是伊去射遮个陷阱的时阵，无说你去掠到乌熊害因受伤，安尼要安怎咧？这款代志你也拄到的时阵，你当敲电话1999，无就是0800000093控，迄是拢24点钟拢有人会接电话。你也当作你唔知影通好敲电话的时阵，你就爱去找讲林业甲自然保育署。各地拢有一寡工作站，你若当作农民通知了，人来现场了，你佫有帮忙乌熊帮忙山鸟去救起来，去甲伊救起来，你要去援助这乌熊的这款工课的时阵，你嘛是会当摕到生态服务的奖励金。其实这几年来咱农业部的林业署都有提供咱的居民甲原住民的蜡林换迄个改良式的蜡具，就是你会使摕你旧的蜡具，去换一个新的改良的蜡具。两个有啥物差别？这两个上主要的差别就伫伊的打棒的直径。
较细的，而且伊会使去设定伊的压力大，开量伊束缚动物的力度，会去伤害到动物。你就免烦恼讲啊，你若是无说你去捕着其他的野生动物，还是咱讲的台湾乌熊的时阵，会去伤害到因。啊，这毋但有防护的功能，嘛袂去对迄种无说你去捕着的野生动物造成伤害安尼。啊，咱希望透过咱今仔日的宣导吼，会当鼓励农民来主动守护野生的动物，因生存的所在，甲伊生态的所在。透过政府的这个方法，你会当去摕到奖励金，伊会当保护动物，这是一兼二顾，农拉兼细苦。农民甲政府透过这个方式，会当互相来合作、互相协助，甲这个生态甲管理又好，互乌熊、蓝山鸟这个动物好好啊生态落去，兼顾着咱生态多样性。啊，农民嘛会当保护着伊的农地。啊，咱也当做只是关心生态环境的人，你嘛用透过这个方式，咱今日的宣导，知影讲政府是安怎维护讲两边的利益。啊，后回这个时间继续看第一集连登咯，拜拜。拜拜。